32年，發哥一見到佢即刻緊緊擁抱，捏住佢嘅面頰，哽咽唔已。而對面嗰個男人雙眼泛紅，深深鞠躬，說出埋藏心底32年嘅感謝。呢個畫面唔係電影，係真實發生嘅事。周潤發同謝苗相隔32年重逢，要講呢個故事要由1994年講起。謝苗，內地武打童星，10歲已紅遍兩岸三地，自幼習武，功底紮實，當年被稱為天才童星。1994年來港拍攝《賭神2》，同周潤發同場演出，引起轟動。同年仲同李連杰合作《給爸爸的信》，師徒父子情深，令無數觀眾動容。一個10歲嘅小孩已經同發哥、連杰哥同台，係幾多人夢寐以求嘅機會。但係就係喺呢個最當紅嘅時刻，發哥做咗一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嘅事。佢語重心長地對謝苗說：演戲機會將來還有，讀書黃金期錯過便不再來。然後親自到片場送上5000元利是，資助謝苗回校讀書。當時好多人都覺得發哥多管閒事，一個童星喺事業巔峰期放棄影壇係咪傻嘅？但謝苗冇猶豫，毅然聽從發哥嘅建議，放低所有片約，返去學校做一個普通學生。呢個決定改變咗佢嘅一生。遠離鎂光燈嘅日子，謝苗完成中學，考入大學，喺校園入面沉澱自己，學識點樣喺年少成名嘅浮躁中保持清醒。大學畢業之後，佢重返演藝圈，但呢次嘅佢唔再只係一個靠天賦打假嘅童星，而係一個有底蘊、有內涵嘅實力派演員。32年後，謝苗已經42歲，係內地動作電影圈最炙手可熱嘅名字之一。主演嘅國際動作新片《火遮眼》，由九龍城寨之圍城金像獎最佳動作設計谷原健治執導，製作預算高達2000萬美元。去年喺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全球首映，喺著名影評網站爛番茄獲得8.9分嘅超高評價，即將喺美國同香港公映，係近年最受國際關注嘅華語動作電影之一。成龍老去，李連杰半退休，甄子丹轉戰荷里活，而謝苗就係下一個扛起華語動作電影旗幟嘅人。呢一切係因為32年前一個前輩嘅一句說話同一封5000元嘅利是。重逢嗰日，謝苗向發哥深深鞠躬：我從不後悔當年嘅決定，正因為讀過書，我先冇喺年少成名中迷失，先有今日嘅我。發哥聽完忍唔住哽咽，緊緊擁抱住呢個當年嘅10歲小孩，而家已經42歲嘅男人，捏住佢嘅面頰，久久唔肯放手。網民睇到呢幕，紛紛留言：快啲認佢做契仔啦，發哥！仲有人話呢個先係真正嘅前輩，唔係教你點樣錢，而係教你點樣做人。發哥今年已經71歲，謝苗42歲，兩個人之間有32年嘅空白，有一句改變命運嘅說話，有一封5000元嘅利是，仲有一個喺最輝煌嘅時刻選擇放下，然後用幾十年時間證明呢個選擇係對嘅故事。香港電影黃金年代嘅薪火就係咁樣由一個前輩嘅真心傳落去。你覺得一個人喺事業最當紅嘅時候選擇急流勇退去讀書係需要幾大嘅勇氣？如果係你會點選擇？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